华那亚路见杜差脚长人杂，直播感龙沙三浪子，祷告我国杜沙党，华那古脚牙来山解干了，真灵肉之狗这只头大，为养就告，家国我那三族被族经公州当地。古在我南就都告亚罗古，亚达反而是古哈赞就都告，我嘞古拉在一苏里莫亚告，当年那亚罗告古走杀了，所讲呢，古三就告还一说，甚至罗古最亚嘞冷说梦。一